周四現貨黃金穩守$3865上方，今次能撐住強勢。全靠個大事件，美國聯邦政府正式關門，政治動盪直接將避險情緒推上頂，金價衝$3900嘅機會越來越大。先講下呢個關門嘅影響，議員直接否咗兩黨嘅撥款法案，結果幾十萬聯邦員工要面臨強制休假，甚至被裁員，好多聯邦部門服務都停晒工。更關鍵嘅係未來幾日嘅就業，通脹報告隨時唔出爐，市場陷入數據真空，大家睇唔清經濟走向，只能靠黃金避險。呢個就係金價唔跌反強嘅核心原因。再睇技術面，簡直係強勢到冇朋友。日線圖顯示金價風險偏上行，仲企喺20日 SMA 約$3707上面，100日、200日均線亦溫和向上，完全符合升勢邏輯。RSI 指數喺82水平盤整，雖然超賣，但未見明顯回落信號。配合美國政治動盪，金價隨時衝上$3900。最後提埋關鍵嘅支撐同阻力位，大家操作時要睇實。支撐位$3859係第一道防線，跌穿就睇$3835，再下就係$3800整數關。阻力位先睇$3895，之前高位附近，突破咗就挑戰$3911。最後重申，以上分析絕對唔構成投資建議，買賣要自己衡量風險，盈虧自理。想知政府關門有冇新進展？金價能否衝破3900？訂閱俾個 like，share 俾投資金老友。最新走勢拆解即刻到，多謝收看。